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門嗰落花園嘅行車片段。哇！
有一個埃塞俄比亞，另外一個厄利瑞亞。厄利瑞亞宣布獨立啊嘛，兩個傻鬼，領土問題而打，真嘅，嗰啲都係領土問題。你巴基俾阿富汗打都係領土啊！2名香港人冒死去阿富汗，拍攝咗阿富汗嘅恐怖場面。佢哋兩個雖然冇俾人捉，但係安全咁樣打1868，向入境處求助。西班牙、美國嗰啲就冇咁好彩啦。美國死咗好多，啲西班牙就死咗幾個。呢次伊斯蘭國嗰啲炸咗德國㗎嘛，冇睇新聞你就自然知嘅。仲有喺阿富汗窮㗎嘛，佢斬傷咗1名紅十字會嘅人，香港人嚟㗎嘛，睇到新聞啦。信呢個事實。專有就係港澳碼頭巴士總站啦，除咗 N368、N373唔係直接入去，要經過細消防街先至可以入到去，係好麻煩。你巴士車身咬唔到，好難咬嘅，佢兜路就咁樣。北韓都有真實新聞嘅，啲真實新聞我就講俾你聽啦，講俾啲觀眾聽啦，睇咗我片嘅人聽。你北韓啊，嗰啲脫北者，你真正脫北，脫北途中會遇到啲假扮脫北，實際係支持北韓嗰啲人會乜嘢㗎？捉到嘅處決㗎，仲有啊！你唔好同嗰啲脫北者逃到中國、俄羅斯嗰啲都唔係唔好㗎，逃到南韓有一個唔係游水啊，佢係因為參加奧數比賽逗留咗香港8日，跟住將我個脫北者送到南韓，南韓駐香港領事館嗰度，跟住從呢個領事館嗰度就將嗰名脫北者送到南韓。點解呢？你因為如果逃到中國啊、俄羅斯，因為北韓領導人同
中國領導人啊、俄羅斯領導人友好嘛，佢哋就會將嗰條筆壓翻北韓，跟住然後處決。如果同到南韓嗰啲就好咗啦。你知唔知道有單新聞都幾夠經典？你同到南韓，佢有一個係南韓嘅人派到北韓做間諜，嗰個間諜生活好好，佢帶過幾個真正脫北者，因為佢呢個間諜好小心，就係點知原來冇電喎，嗰個鐵絲網，佢就係佢哋游水就唔好回頭，只可以前行。佢哋令到自己個體重變輕，可以游快啲嘅就係唔要食物同埋衣物。喂，嗰位間諜就帶嗰條筆者，就話避開嗰啲船，跟住個船仲逗留，點知原來係南韓嘅海軍。我講我哋已經觀察咗你好耐㗎啦。等埋，到達時間12分鐘，今日個錄影到呢度啦。中意嘅話可以訂閱我。